大家好啊！而家我哋講下藏經嘅第一段啊。第一句藏者成聲氣也我哋呢句咧講嘅就係講你安葬呢個逝者嘅關鍵咧，就係俾嗰個遺骸承載接納嗰個生發之氣，就係等嗰個遺骸能接受到一種我哋講嘅生氣啊。好，我哋睇第二句。生氣即一元運行之氣呢個生氣咧就係講係宇宙間嗰個唯一嘅氣，在運行流轉嘅一種氣。呢句咧就係講咗生氣嘅定義，就係運行不息嘅生命之氣。好，我睇第三句，在天則周流六虛。佢喺天上咧，佢就係神環流動於上下四面八方啊！即係佢等於呢種生氣咧，佢喺我哋周圍咧係一直喺嗰度不停嘅神環嘅。好，我哋睇第四句，在地則化生萬物。呢句咧就係講佢喺大地當中咧，佢就可以促使生發、生長、孕育萬物啊！呢個咧就講咗呢個生氣咧，佢存在個形態咧，就係化育生命。好，我哋睇第五句，天無此則氣無以知。呢句咧就係講天如果冇呢種氣咧，就失去咗滋養萬物、氣長萬物嘅根基。呢句咧就係重點講咗呢種氣咧係宇宙運行嘅基礎能量。好，第六句。地無此則形無以載。呢句咧就係講意思就係講地如果冇呢種氣咧，佢就無法承載同埋孕育形態咯。即係講如果地冇呢種氣咧，就佢唔能生成呢種形狀啊。即係可能你都冇呢種氣，可能人可能都唔存在噶啦。意思係咁啊。我哋睇第七句啊，告蓬勃乎大化，貫通乎品位。無處無知而無時不云也。呢句咧就係話呢種生氣咧，宏偉浩大地遍佈於大自然嘅造化當中，貫通於所有嘅物類之中，即係冇咩地方嘅係唔在嘅，即係等於係無時無刻都喺度流轉當中嘅啊。呢句咧就講咗即係呢個生氣嘅普遍性同埋永恆咯，佢無處不在啦，無時無刻都喺度運轉。佢就係我哋萬物包括我哋人每個人之間嘅一種紐帶。呢個第八句啦，頭速講先天地而長存，後天地而固有，蓋亦只此云矣。呢句咧頭同頸咧，即係古人講咯，佢話喺天地形成之前咧，呢種氣已經存在噶啦。呢句話嚟意思就係呢種氣咧，佢係以前又有，而家又有，未來佢一直都有呢個係遍佈於我哋永恆當中嘅。呢種係引用咗古人嘅觀點啦。好，我睇第九句，且夫生氣藏於地中，人不可見。呢句咧就係講呢種氣咧，佢係蘊藏喺大地當中嘅，你係肉眼係睇唔到嘅。呢個咧講明咗呢種氣咧，你一般人係揾到，但係你肉眼睇唔到，呢個係佢一個特性之一。好，我睇第十句，為尋地之理求之，然後能知其所在。呢句意思就係只有通過專神探究大地嘅內在機能、地理環境同埋嗰啲植物嘅環境同埋嗰啲表象睇下佢哋呢種地域龍域我哋講嘅龍域就係呢個意思啦，先能推求判斷佢位置所在。呢度講個位置講位置就係佢主集嗰個位置。呢句話咧講明咗呢個我哋講勘測嘅生氣嘅核心方法就係研究地理研究呢種風水原理。好，我哋睇第十句，十一句，藏者能知其所在，使夫吉得以成之，則地理之能事不矣。呢句話嘅意思就係話安藏者即係話嗰個風水師如果能知呢種氣嘅位置咧，就通過選址使嘅逝者放喺嗰度承載呢種生氣，那麼咧嗰個風水學咧就可以得到實現啦。重點咧就係講藏法嘅最終目標
同埋風水嘅實踐核心成就就係神鑊生氣，即係神鑊生氣聚集嘅地方揾到佢，然後咧將嗰啲逝者放喺嗰度，讓逝者承載呢個生氣，那麼咧佢對後人就有一個比較好嘅作用啦。